好，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今天而家一齊嚟到為到我哋今天晚上嘅敬拜同埋查經，我哋一齊嚟祈禱。愛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好感恩，因為咧你從創造，甚至我哋即係喺母腹中，你認識我哋，賜話語俾我哋，臨近我哋，拯救我哋。感謝主，今日仍然藉住復活升天嘅基督同埋聖靈嘅大能嚟到喺我哋中間大大工作，因此我哋喺呢一個你成就嘅救恩裏邊飽嘗你嘅恩惠，求主親自嘅嚟到賜福俾你嘅民，等候你嘅民，求你按住應許臨近，並且將你嘅話語頒賜俾我哋，叫我哋有開通嘅耳朵，有仰望嘅心，並且我哋嘅眼睛能夠睇見你嘅榮耀。求主帶領我哋敬拜同埋查經，叫你嘅道大大喺我哋身上活潑有功效。感謝主，奉耶穌嘅名求，阿們。弟兄姊妹平安，平安。讓我哋咧今晚又透過網絡去聚集。嚟緊嘅主日係聖靈降臨其後第二主日，願我哋個人嘅生命咧都俾聖靈去充滿同埋更新，更加多去經歷神嘅大能，更多去明白佢嘅話語。願我哋此刻經過一日嘅忙碌，星期五晚我哋個心都係安息喺主嘅懷中，亦都被神嘅愛、神嘅榮耀所吸引。詩篇第8篇，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哋所頌讚、所敬拜嘅主，就係呢一位滿有創造嘅大能、豐富係公義慈愛嘅主。就由我哋首先以普天頌讚542首偉大永生神，去宣揚主寶貴嘅聖名，佢嘅家名，佢嘅屬性，佢嘅豐富，佢嘅能力，配得我哋高呼和撒那。第一、第二節由領唱唱出，我哋只係唱尾句高呼和撒那嗰度，而第三至到第六節我哋會同唱。
之神，熟練般關懷，慫恿揭穿罪惡慎重陷阱，人有驚奇詫異，從榮滿希望，高呼和散那，受苦之神，活力之神，動力作工勤，責成固執否定虛謊霸人，報復伸張正義，一切盡獻前，高呼和散那，活力之神。永生之神，人不能參透，奧秘精深遠超人類思想，你的氣息更近，人永久家園，高呼和散那，永生之神。以賽亞書65章1至9節，沒有求問我的，我要讓他們找到；沒有尋找我的，我要讓他們尋見。我對沒有呼求我名的國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這百姓時常當面惹我發怒，在園中獻祭，在磚上燒香，在墳墓間停留，在隱密處過夜，吃豬肉，器皿中有不潔淨之肉熬的湯。且對人說：你站開吧，不要挨近我，因為我對你來說太神聖了。這些人惹我鼻中冒煙，如終日燃燒的火。看啊，這些都寫在我面前，我必不靜默，卻要施行報應。將你們和你們祖先的罪孽全都報應在後人身上，因為他們在山上燒香，在岡上褻瀆我。我要按他們先前所行的報應在他們身上，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如此說。人在葡萄中尋得新酒時，會說：不要毀壞它，因為它還有用處。同樣，我必因我僕人的緣故，不將他們全然毀滅。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那要繼承我眾山的。我的選民要繼承他。我的僕人要在那裏居住。唔知道我哋係咪都係惹神鼻中冒煙，好似終日燃燒火一樣咁樣嘅情況？但係神總想我哋回歸歸家，佢按住佢忠心僕人嘅緣故，唔將以色列滅絕，係要俾機會佢哋。亦都俾機會我哋，就讓我哋一同去回歸轉向上主。普天頌讚634首，634首回歸轉向上主。單節數我哋同唱，雙節數由領唱唱出。第7節我哋都係同唱嘅。
回轉歸向上主，罪惡使你不罪，回轉悔改向他禱告，求主饒恕眾罪。我要親手恩獻，令我百姓歸還，潤澤眾心如光如水，滋養荒地乾旱。回轉歸向上主，重新學習依靠，獨有上主能施拯救，豈有其他居多？我令百姓回歸，似樹扎根生長，茂盛繁旺穩固芬花，開花結實甘香。回轉歸向上主，請獻去願讚揚，上主滿有慈恩公義，諸道誠信昭彰。我令百姓回歸，他們曾為偶像，我要親族自問居所，歡欣盼望力量，一切能力權柄，尊崇感恩讚美，全歸聖父聖子聖靈，從今直到永遠。阿們。詩篇22篇19至28節。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求你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敬畏耶和華的人啊，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啊，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裔啊，要懼怕他。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轉念不顧他們。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時候，他就垂聽。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我哋一齊祈禱。滿有信實、公義、恩慈嘅上主，感謝你時時親自引領我哋走過唔同嘅道路，縱然路上也許有獅子、有敵人，又或者我哋心靈中有好多充滿咗好多唔同嘅偶像，好多時將你忘記、犯罪得罪你，叫我哋落入好多唔同嘅網羅當中。但係你冇按我哋嘅過犯待我哋，經常施恩拯救。當我哋回轉悔改，向你發出呼求嘅時候，你就垂聽，
憐憫我哋。你叫我哋飢餓嘅得飽足，叫我哋嘅心靈雀躍，萬國萬族都要因你嘅大恩大德而歡呼，地上嘅列國列邦都要敬畏你，因為你係萬國列邦嘅主。為我哋常常以心以靈彰顯你嘅名為大，時時咁樣去讚美你、榮耀你、敬畏你，因為你嘅榮耀高過諸天，你嘅榮耀達到穹蒼。感謝主，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就讓我哋同以普天頌讚19首，我靈歡呼。19首我靈歡呼，一同宣揚佢嘅大名、大德、大恩、大能。我哋個人嘅心都時時將顯主為大。加拉太書3章23至29節，但這信還未來以前，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直到那將來的信顯明出來。這樣，律法是我們的啟蒙教師，直到基督來了，好使我們因信稱義。但這信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啟蒙教師的手下了。其實你們藉着信，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神的兒女。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既然你們屬於基督，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因着主耶穌基督嘅救恩，我哋同作新造嘅人，有着新心、新靈、新嘅身份、新嘅視野。我哋披戴基督，以主嘅眼光看世界。我哋以普天頌讚419首水禮印記，記得喺水禮中我哋生命嘅轉化，藉住水禮聖靈嘅印記，我哋嘅信心顯明我哋同歸一主，同歸一父，同作天父嘅兒女。切碎的洗禮，聖靈加印記，藉住寶血除污世濺，救恩的後嗣，應許深信靠，眾聖詠唱頌主威榮。切碎的洗禮，聖靈加印記，歸入基督同時同葬，與主同復活，得赦罪釋放，無盡感恩頌主威榮。切碎的洗禮，聖靈加印記，同受基督君王恩眷，生於一父神，皆天國兒女，喜樂歡呼頌主威榮。請起立，恭聽基督福音。路加福音8章26至39節。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區，就在加利利的對面。耶穌上了岸，就有城裏一個被鬼附的人迎着他走來。這個人好久不穿衣服，不住在屋子裏，而住在墳墓裏。他看見耶穌，就喊叫着，俯伏在他面前，大聲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你為什麼干擾我？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這是因耶穌曾吩咐污靈從這人身上出來。原來這污靈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鏈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鏈掙斷，被鬼趕到曠野去。耶穌問他：你的名字叫什麼？他說：困。這是因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命令他們到無底坑裏去。那裏有一大群豬正在山坡上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裏。耶穌准了他們。於是鬼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裏，那群豬就闖下山崖，投進湖裏，淹死了。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眾人出來要看發生了什麼事。到了耶穌那裏，發現那人坐在耶穌腳前，鬼已離開了他。
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他們就害怕。看見這事的人把被鬼附的人怎麼得醫治的事告訴他們。格拉森周圍地區的人因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回去了。鬼已從身上出去的那人懇求要和耶穌在一起，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你回家去，傳講神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他就走遍全城，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麼大的事。這是上主的福音，感謝上主。各位請坐，我哋一齊祈禱。嗰位賜人身心身靈嘅主啊，我哋睇到當人被污靈所掌控嘅時候，係何等嘅可怕，帶嚟何等大嘅捆鎖。主，我哋為到今日世界好多唔同地方都被捆鎖去祈禱，我哋繼續為到俄烏戰爭去祈禱，為到唔同國家嘅領袖嘅慾望被捆鎖去祈禱，求主去解脫，讓佢哋從好多呢啲慾望裏邊去釋放出嚟，以致止息呢啲侵奪嘅野心，早日回歸和平。我哋為到我哋所居住嘅香港係祈禱，今日都好似活喺好多嘅捆鎖掣肘當中，無論係疫情嘅發展啦，幾時嘅通關啦，政治各方面嘅情況啦，或者下兩個禮拜就係回歸25週年，求主真係去釋放、去醫治、去更新。我哋為到我哋嘅教會去祈禱，今日面對好多唔確定嘅因素，好多環境嘅變化。移民潮，不論係牧者或者信徒嘅離開，甚或而家嘅防疫措施，都帶嚟咗好多有形無形嘅枷鎖。求主釋放、醫治、更新，求主發出你滿有權能嘅話語，叫人心去甦醒，特別為到一切在位掌權嘅，當中作領袖嘅，一切屬神子民嘅，我哋都要聽命於你，因為你係萬有嘅主，萬有都要降服喺你面前，世上一切嘅君王、人民都當向你下拜，我們也應當時時發現主所作奇妙嘅功，去宣揚主嘅大作為，惟願主咁樣去施恩憐憫我哋。多謝主，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就讓我哋個人嘅生命都繼續嘅更新，繼續被主咁樣去釋放我哋嗰個嘅釋放各樣我哋嘅捆鎖，我哋經歷佢嘅大能，我哋傳講主嘅大能，心中大大被聖靈充滿，結滿靈果，彰顯主為大。最後我哋同意普天頌讚683首，求賜智勇，仰望主嘅加力。
為是眾剛勇，面對前途不彷徨，面對前途不彷徨。萬般邪惡四面環繞，攻擊基督的主道，驚懼惶恐時常困擾，求惜信心勤誦禱，求賜智慧是眾剛勇，面對艱難自不惱，面對艱難自不惱。自我強還好鬥頑固，屈我無骨受主操，免我自滿自是可惡，壓着需放令貧富，求賜智慧是眾剛勇，使我靈魂得痊癒，使我靈魂得痊癒。人靈暴利崇高境地，擊中神心作準備，披戴基督仁慈盔甲，靠主爭戰得自由，求賜智慧是眾剛勇，追尋釋放永不休，追尋釋放永不休，求助脫離軟弱幽徑，喜主隨我負擔輕，忠心尋求上主救情，永遠得享主光榮，求賜智慧是眾剛勇，敬拜侍奉永無窮，敬拜侍奉永無窮。阿有你彼此鼓勵啊！常以智勇的心敬拜和生活。常以智慧、智勇的心敬拜和生活。感謝主。